全球碳排放创新高，如果今年就会达到368亿吨，最后拢是中国甲印度咧排，也搁有气候的问题。虽然今年有超过20个国家使用化石燃料的排放量有较减少，不过这整体增加的趋势，究竟是压袂落来。伫咧北京路行，空气真歹，看袂啥清楚，真侪人出门拢会挂喙烟。因为2023年中国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比前一年增加4.58亿吨，占全世界31%。今年全世界碳排量创新高，估计到年底会到368亿吨，是40年前的2倍，一年增加3.98亿吨，而且主要拢集中伫中国、印度加气候原因。India is up by 8% this year. China is up by 4%. US is down by around 3%. And EU by around 7%, a bit more, 7.4 I think. I need to check the numbers, but so essentially US, EU declining, India, China increasing, rest of the world, small increase as well. 若是国家的土地使用变化原因，今年的碳排量更加会到409亿吨。美国虽然是世界上上大的排放国，严格性照着关燃煤电厂、燃料转化加再生能源和煤炭的使用量减少18.3%，已经到1903年的水准。除了印度加中国，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化石燃料碳排量减少4.19亿吨，其中欧洲减少2.05亿吨，美国减少1.54亿吨。正伫咧举行的 COP28， 重点也放伫咧2030年全世界减碳43%的目标。The growing emissions year on year are responsible for climate change, and as long as they're not brought down to zero, then the warming is going to continue. We have seen some progress, but the progress is at the moment not substantial enough. 联合国报告指出，若是甲暖化控制伫咧摄氏2度以内，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要伫咧2030年降28%。若是要控制伫咧1.5度以内，就要大幅度减少42%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